真牧师正道的题目：永存的上帝，上存的福音。请真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听你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真真实实、丰丰富富来领受上帝甲咱陪伴。主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的，超出所求所想，咱用祈祷的心来开始咱领受上帝的话。至圣的上帝，你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阮做伙聚集伫圣殿内，阮要听3000年前你对大卫所讲的话。阮做伙聚集伫你的圣殿内，阮要听圣神伫2000年前对保罗的感动。愿你所予大卫甲保罗的，愿阮嘛对你讲阿们的事。主你嘛将即种的智慧甲感动，蒙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照阮的需要。互阮明白，因为阮所知的是无完全，完全的若来，就要废物迄个无完全。主改变阮的性情，改变阮的思想，改变阮的言语，互阮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当阮恭敬伫你的圣殿内做礼拜，聚集伫你的面前，你是永远的上帝，你做永远的事。愿你将信、仰望甲仁爱，赏赐互阮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子。愿恭敬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生命的杯拍开，仰望伫主你的面前。主你甲阮祝福，互阮的身边的人看见你的祝福，就讲：这个人有福气。愿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来祈祷。愿你照你家己的美好的慈爱来成就你的祝福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。愿咱来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我为着兄弟姊妹用祈祷的心所选，互书会所读这段圣经，诗篇33篇，伊咧讲起有福气的国家，有福气的家庭，有福气的人。这是3000年前圣神赏赐予大卫。大卫将伊写伫伊的诗篇的内底，愿这个诗篇嘛，正对咱的诗篇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阿们。所以咱选读的这段的诗篇，是一个真特别的祝福的诗篇。伊讲上帝所拣选归伫伊家己的人，这个人要受祝福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用较无的心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是什么人？我的人生会怎样？诗篇是一个人伫祈祷中间，对于内心上深的中间，用伊上深的感情所讲的话。所以大卫伫伊真侪水的诗篇的内底，包含诗篇第8篇第3节、第4节。伊讲：我业目看天顶你所创造排列的日月星辰，我就问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你竟然看过我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讲：你是我所创造，我看做宝贝，你是我的囝子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存着双手伫上帝的面前，咱互上帝来牵咱的手，甚至互上帝来抱咱伫伊的怀抱的中间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特别。要对保罗伫2000年前，圣神感动伊，互伊了解耶稣基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到底是什么。福音伫无共款的福音书内底的解说，因看到无共款，因心中的感动。保罗伊伫圣经的帮助的内底，伊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上帝国的福音是什么，所以伊对心中到后来做一个结论。伊讲：现今所存的，就是信心、仰望、甲仁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这个常常踮伫咱生命中间的这个信望爱，会当帮助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真正恭敬徛伫上帝的圣殿内，就亲像顶礼拜的礼拜，
当上帝若降临徛伫伊的圣殿内时，上帝一个真要紧的心意，就要将生命的智慧来讲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听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安尼，亲像保罗徛伫上帝的面前，伊忽然了解，我前亲像囡仔，我所知的无完全。保罗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。伊若要讲，就亲像今仔日的会灵会即顶好的人。保罗是一个受极其深的教育，佮有相当的即种的人生的即个主张，所以伊对伊感觉毋对的宗教行为，伊就采取真激烈的方式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伊知影伊家己所知的无完全，这就是人性。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这篇哥林多前书13章是一个极丰富的圣经中间的一章。伊不但讲到什么叫做听爱的真谛，伊嘛伫迄个所在讲到上帝所创造的人，因的长大成人，因的心思意念，因的言行举止，因所做的事。伊讲既然长大成人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圣神的面前谦卑，咱互上帝望着咱的心，咱知影，咱家己其实咱所知的，其实是一点点啊那点。所以今仔日头一个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来祈祷的，就是开圣神帮助咱，互咱看到这个永远的上帝，伊永远伫地。那么，互咱明白上帝手所做的事是永远长长存在，是一个固定的，袂朽坏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那安尼，今仔日的诗篇33篇以及哥林多前书13章，所听的姊妹好毋好？牧师甲咱鼓励，今仔日做礼拜了后，恁就去重新拍开恁家己的圣经，找一段真安静的时间，电话、手机啊，甲伊关起来。你坐伫你家己无人搅扰的房间的内底，你甲伊拍开，你甲今仔日的经文定心读一摆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特别对你讲话。今仔日咧讲的就是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的上帝，伊做永远的事。耶和华这个名，伫旧约的圣经顶悬，摩西问伊讲：你差遣我倒去到埃及，伫我的兄弟姊妹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带因，讲上帝要讨帮恁，我算什么？我徛伫这群人的面前，当因若问我讲是什么人叫你来？上帝甲摩西讲：你甲因讲，我就是耶和华。耶和华这个名其实伫犹太人的希伯来语，伊的意思就等于永恒、永远。所以圣经讲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无起头、无煞尾，伊是阿里法，伊是欧米伽，伊是阿法，伊是欧米伽。伊的意思就是超越人的言语，对第一个字到上尾字，拢无裁掉来讲起这个荣耀的上帝，伊的完全甲伊的荣耀。所以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的。伫伊的目睭前，咱只不过亲像一枝草。人伫上帝的目睭内，伫伊的永远的画面中间，咱只不过亲像一枝草。早期是不义，用时高达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是安尼短，咱的有限的生命得到上帝的怜悯。咱伫有限的人生中间，要做无限的代志，因为咱的上帝，咱的天父有一日要接纳咱，进入到伊天堂的所在，伫伊荣耀面前来领受这个永远的画面。所以今仔日保罗所讲的这句话，现今所存。伊的意思就是，上帝所赏赐4项福音的祝福，信心、恩望甲仁爱。保罗讲，现今所存的这句话意思，就是要常常踮伫你的心内。咱甲上帝伸出手讲阿们。主啊，我所信的我毋知，兄弟姊妹，咱来严肃安静坐伫上帝面前，拍开圣经的时，好毋好？咱严肃来问讲，我是基督徒。我敢真正知影我所信的啊？我敢已经真清楚明白，
我所读的圣经啊嘛，兄弟姊妹，现今就是讲，这个信心，这个字就是真道真理。现今常常上帝将真理放在咱的心内，不定安尼，上帝要将愿望放在咱的内心。要因为上帝甲咱定着伫人生的将来，上帝将伊的计划通过启示，咱就明白讲，今仔日我的辛苦，将来一定有代价，因为上帝所想事必办的。所以信心愿望就是安尼。还有一项，伫咱的人生辛苦、着磨、孤单、失志、惊吓两者，上宝贝的就是上帝讲。上帝讲：“我要将我的听放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就无孤单。我要做你的老爸，你要做我的囝妻。”所以保罗到底伊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、生命改变的时，伊忽然了解什么是福音。这个福音原来就是上帝将真理赏赐给我。这个福音就是上帝将这个愿望赏赐给我。这个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听来改变，将一个无完全的变作完全。这就是代表一个生命的改变跟转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所应允给咱的。也愿今仔日师会所讲读的这段的圣经，特别是伫诗篇33篇，伫这个所在，代表安尼讲，伊讲愿全地拢敬畏耶和华，愿普天下的百姓拢惊吓，愿普天下的百姓拢惊吓。惊吓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是惧怕，但是伊还有另外一个更较水的意思，就是踮伫上帝的内面，踮伫上帝内面。惊吓这个字伫希伯来语中间有另外一个更较水的意思，就是踮伫上帝的内底。脚骹移民人踮伫上帝的稳定的施恩宝座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方面因为咱敬畏上帝，咱心中就唔敢随便这种敬畏的惊吓。搁另外一个代表讲，万百姓拢要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。这句话好，亲像伊咧预言1000年后，上帝的圣的弥赛亚临到伫人的中间的时，人就要踮伫伊有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开咱的耳孔，互咱明白三项的代志。第一，咱咧追找真理甲信仰，咱咧追找真理甲信仰，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活的上帝，伊做永远活的事，伊是一个永远的上帝，伊所做的是永远的事。这礼拜中去参加元岛教会陈德进长老的告别式，103岁。会当参加这种的长辈的告别式，是一个足难得的机会，因为多数人拢无可能活过100岁。但这年长老伫教会中间极其受人的尊敬，伊嘛做真侪人生美好的事。但是伫我印象中，伊是一个足谦卑的长辈。有当时咱家庭礼拜伫庄士道校长的厝，伊嘛会翘倒摆载伊的长老娘来参加咱的家庭礼拜。伫怀念伊坐伫整个礼拜堂的中间，我一直咧想一项人生真残酷的事情。一个人的一生到这就结束，无论咱用教会做，无论咱用教会旗甲看，用极其大的荣耀讲伊的好事，但这个人杀出去了后，挥发，小小咧倒来剩一碗骨灰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人生。伊所用的遐尼水的天数表，偌久以后，人还阁保留迄张追思礼拜、告别礼拜这张的天数表。阁有偌济人伫明年、伫10年后，还阁会记得伊所做的事。咱来想这种人生真残酷、真冷淡、真无奈的代志的时，咱就知影是甚物会当互100年后，
还阁活跳跳。有啥物？互一间教会1000年后，迄间教会永远还阁充满上帝同在迄种的画面。1000年后，这间教会会安怎呢？我唔知，但是我相信，咱的上帝伊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一个总永远活的代志，伊所做的事永远伫地。愿天父上帝望着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咱觉醒。咱甲上帝伫上帝面前安静问咱家己：我咧做啥物？上帝来到以利沙迄个山头，上帝徛伫山头，伫崩坑的外口，伊大声甲伊叫：伊利亚，伊利亚，你秘伫迄个内底，你咧创啥物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伫遮，你知我的软弱；上帝啊，我知，你知我的惊吓；上帝，你知我的不安；上帝啊，我是真心为你做工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你的名叫做耶和华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甲咱讲，上帝的手所做，伊的事永远伫地。这个事要互人敬畏伊，这就是今仔日的金句，写伫传道书第3章第14节。伊讲上帝所做一切的事，拢要永远存在，是为着要互万世代的人徛伫伊的面前，永远敬畏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问咱家己讲：亲爱的圣神，请你甲我教示我。伫圣经中间写永远长存这4字，这是中文啊。希伯来语无写永远长存，毋是用4字，是用2字。希伯来语永远存在这2字。咱若将永远长存这项事，用你的电脑、伫网络的顶端，甚至用你的手机，你甲搜寻圣经永远长存，伊就出现42句。伫所有的圣经中间出现42摆永远长存。感谢上帝，就讲这3句话。所以伫这42句的经文中间，多数都是讲这3句话。伊讲上帝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上帝的公义永远伫地，上帝的救恩永远伫地。上帝的听是长看关心到永远，上帝的公义就是上帝的良善，上帝的真理永远伫世间掌权，上帝的慈爱怜悯永远伫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从这3句话放伫咱的心中，咱求圣神教咱读这段圣经。主啊，什么是你的慈爱？什么是你所爱的好？就是正直。公义的意思就是正直，好得无比。公义的意思，过来，上帝啊，什么是你的救恩？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愿天父上帝圣神带咱读圣经。既然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上帝，那安尼，这个永远存在的上帝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绝对，因为咱人生中间所拜的，常常是咱心头感觉可能性、可能性尔，不是绝对性。所以真多人是蒙起，拜看卖咧，有灵有邪，我就甲伊搁较亲咧；若无灵无邪，我就搁来拜别项。咱是咧追求可能性，还是绝对性？上帝讲我是绝对，我是独一，我是永远存在。我的名叫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用伊的本性、能力来号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知影诗篇一开始中间，咱33章，咱是对第8节读起。伫这个中间的第10节到11节，兄弟，请注意听。耶和华互列邦的计划归伫空空，耶和华互万百姓所想的无功效。到耶和华的计划永远伫地，伊的心所想的到万世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千算万算不达的天一话。这句话也甲今仔这段圣经有类似的意思。
意思就是人会当主张，但是无一定会当成就。总是成就的人是什么？成就的人就是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来敬拜这个永远上帝的意思，就是将咱的主张交伫这个上帝的手中。咱甲上帝参详讲：主啊，我想安尼，主啊，你感觉好唔好？主啊，这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我的渴望。亲爱阿爸天父，你帮助我，因为我所知的无完全，求你帮助我，教示我，互我知影我所想的是好，甲唔好。所以你姊妹诗篇33篇第11节，就是咧讲起凡事上帝掌管，凡事上帝做决定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知影讲，主啊，我要将我家己的主张来摆伫你的面前。我要用祈祷甲你参详，我要用祈祷甲你参详。我嘛相信，伫我祈祷的时，上帝你的圣神会甲我讲话。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圣神的感动。一个人若伫上帝存谦卑的心，伊静静的时，常常拢有新鲜的主张会走出来，这叫做圣神的感动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去经验到上帝圣神对咱一生的引带，这就是咱上帝所做永远的事，伫咱的生命中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若敬畏上帝，也互上帝带领，伊的人生就有这种的结果。什么结果呢？写伫但以理书第6章26节，有一个巴比伦的国王，伊的名叫做大利乌。大利乌这个王，这是巴比伦开始的一个王，这中间的一个王。啊，伊看到上帝所敬畏上帝的但以理的时，伊对心中就讲出一个伊家己的判断。伊讲：你的上帝是一个永远伫地，真正我的上帝，伊的国度永远无败坏，伊的权柄永远到无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王不但看到但以理的上帝，这个王嘛看到但以理，伊讲：伫你的内面有神圣的神，伫你的内心有一个神圣的圣神，踮伫你的内底。若无，你较会当知影我的梦，你较会当解说我的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这个圣神伫2600年前，2600年前，伫一个王的嘴的中间所讲的这句话，这个经历的但以理，伊嘛真做今仔日的咱。愿咱伫上帝面前讲，上帝，你所显示但以理这种圣神同在的能力甲荣耀，主要叫你显示给我，因为我所知的无完全，但是完全的来，无完全的就废物，我就袂真冤枉做冤枉的事。伊讲无完全的就废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袂搁再做冤枉的事，做遐个起起翘翘，做遐个无彩工。愿天父上帝帮咱所听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手所做的工，上帝甲咱保守。圣经讲：主啊，阮手所做的工，愿你保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尽的福音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保罗所得到的一个真特别的属灵的智慧。若毋是圣神帮助保罗，若毋是圣神帮助保罗，保罗怎样会当遮尔清楚具体，将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，解遮尔清楚用4句话：信心、仰望、仁爱3句。信心、仰望、仁爱。确实，保罗毋捌有一日对耶稣听耶稣的讲道，但是耶稣拣选伊的时，找见伊安静伫旷野，所以照圣经使徒行传的记载，保罗后来到伫阿拉伯的旷野，伫遐待3年，就亲像行洗的约翰，伊独居安静，互圣神来造就教示伊。所以保罗对耶稣基督的人物，是超出一般咱人类的教育。伊是灵对灵，天顶的灵对人内心的灵。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所留予咱，这是一个对福音
足具体的解说。信心，信什么？信心就是信上帝是早伫第一个上帝，伊怎样伫4000年来，伊做代志伫人类的中间，特别是2000年来的圣经对旧约到新约，信就是信上帝过去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既然所有写的故事，既然上帝所讲记载伫圣经的话，我信。我信这个上帝是永远的上帝，我信这个上帝是永远的上帝，所以伊的话，伫我的人生中间是绝对甲永远。我无要计较，我无要乌白解说上帝的话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咱相存。相存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常常踮伫我的内底。上帝所享受的愿望，互我永远有愿望。我袂惊绝望，我袂惊空虚。我嘛袂惊困难，因为我相信上帝所定着的，伊就要照安尼来成就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现今所存的，就是信心、愿望甲仁爱。信就是相信上帝伫过去历史的中间，有伫圣经中间，或者无伫圣经中间，我相信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，伊是掌管人类的上帝。上帝过去若是安尼的上帝，伊今仔日嘛是安尼的上帝，伊将来嘛是安尼的上帝。所以这个信就互人会当超越，唔知影将来明天将如何，但是伊相信。所以信心带来愿望，愿望就是什么？我的上帝伫将来，伊过去怎样做，今仔日嘛袂怎样做。所以我的将来是伫上帝的手中。那安尼第三呢？保罗讲。其中上大的就是听这个字，伫原文的圣经叫做阿加佩。咱拢知影阿加佩这个字写伫咱教会壁顶遐尼久啊，但是遮尼久愈来愈无人咧讲阿加佩这个字。其实毋是，我相信咱真侪人伫咱的内心，咱拢已经互阿加佩。真做一个最要紧，就是上帝，这就是你心性的听。咱的生命中间若有上帝的听存在，咱的生命、咱的态度、咱的情绪会受改变。所以咱的教会伫平安礼时，太袂烦，一条歌唱几十年，耶稣听你。这个听若是真实的，较会退流行，敢会烦吗？袂，这是一个确无，就是永远的确无讲主啊。无任何事，你会当继承主耶稣基督所带互阮对天顶来天父上帝你的听，这个听真重要。这个听会医治咱受伤的心，这个听会满足咱孤单，互咱变做有人背叛。这个听嘛会互咱为了家己来活的心。转变做为了上帝来活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三项生命的特质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互咱有信心、愿望甲仁爱。圣神既然会感动保罗，圣神今仔日嘛通过礼拜的时，要将这个宝贝的感动放伫咱兄弟姊妹咱的心中，互咱明白，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咱伫上帝的面前存出双手的时，咱感谢上帝。主啊，我是一个何等有福气的人！你所享受我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；看似贫穷，却是富足。大家拢足惊贫穷，但是贫穷的意思是虚空、虚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捌福音真正的活命，伫伊的人面的中间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！感谢你享受我的生命中间这么宝贝属灵的元素，信心、愿望、甲仁爱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改变咱的生命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带我当大人；主啊，互我做真正的基督徒。软弱的基督徒亲像囡仔，永远都爱人笑，永远都爱人鼓励，永远爱人讲好话。爸爸妈妈若一骂，目眶都红。兄弟姊妹，
咱爱当大人，伫主的面前检查咱的言语，检查咱的情绪，检查咱的想法。保罗讲：我做囡仔的时，亲像囡仔；既然长大成人，就废物囡仔的事。这意思就是上帝圣神要改变人的生命，互有限的人变做无限的人，互时间真短暂的孤大的草，会当亲像上帝手中所做永远存在的事。有的人伊过往了后，甲伊完全无关系的人，300年、500年、1000年，犹阁咧讲耶稣。今仔日我传互咱，应该有传互咱伫清早时传互咱一首歌，迄个歌就是圣华兰西斯所写的祷告：太阳兄弟、月亮姐妹。如果我若记毋对，我今仔日礼拜了后，牧师才将这个短片送互咱大家做分享。圣华兰西斯是1000年前一个真伟大的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圣徒，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教会。虽然看唔就目，但是咱会当亲像圣华兰西斯，伊带有上帝伊特别生命的水，咱伫上帝的面前。顶礼拜咱所讲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保罗讲，完全的拿来，无完全就离开。嘛，类似顶礼拜咱所讲的，上帝若降临伫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完全的拿来，无完全的就离开。完全的拿来，一个囡仔就变大人；完全的拿来，一个软者就转化，真多有能力、有智慧。完全的拿来，就互一个黑气的人变成做神圣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今仔所讲福音伊真正奥妙的所在。福音会互人得到能力，福音会拍开人的目睭，福音嘛会。互人做一个冒险的决定，甘愿为着一个上帝真正真水的感动，讲好啊，主不计一切，我为你来行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不计一切这种的勇气、这种的心胸、这种的视觉、这种的眼光，放伫咱的内底，互咱真正明白。伫咱要领受真正，咱来亲像保罗，伊承认。伊会无完全，咱若无有谦卑的心，咱真困难拼空咱家己，真困难将咱自我的主张、强烈的自我的主张刷一边。愿天父上帝的主耶稣基督的听，望着咱，互咱愿意承认咱家己伫主的面前受伊的引带。所以代表毋是代表。伫咱哥林多前书13章，保罗伊所讲，人的有限性，这是一个必然的。无一个人是完全，无一个人是全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咱甲即句话讲阿免。咱甲保罗所写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9节，因为咱所知会无完全，做牧师讲道嘛无完全，这是牧师解写即句话啊。伊讲做先知的人嘛无完全，吼。所以兄弟姐妹，咱拢无完全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做伙敬拜伊，咱做伙邀请伊，咱甲这个完全的上帝讲：主啊，你对头到尾，你拢掌管这间教会。所以兄弟姐妹，咱的教会有一个传统，就是神掌权的教会。因为咱经历着圣神的时候，咱承认咱家己也无完全，咱所在也无完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来掌管咱的人生，毋是干那掌管教会，更较要紧，掌管咱每一个人，咱的人生，咱的主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以前咱的信仰检测就亲像咧看镜，模糊无明，光线若无够，看都看袂清楚。迄个镜若无切落清气，嘛看袂清楚。但是今仔日讲什么？伊讲上帝真正徛伫咱的面前，咱当头对面，咱甲上帝当头对面。今日所在无完全，但是有一日我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上帝面前存敬畏的心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今仔日的金句。
咱就爱伫上帝的面前存敬畏的心，因为这个永远的上帝最永远的事，是为着要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拍拍手讲：哦，爸爸你好棒！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是上帝的囝，咱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要常常发出赞叹的声音，讲：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伊从来没有让我失望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伫地。上帝所做一切，拢是永远伫地，是为着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存敬畏的心。咱互三体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互咱减少情绪的血气，较济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常常彼此代祷。代祷什么？代祷咱哪来哪亲像耶稣？代祷什么？代祷咱哪来哪欢喜，互上帝的话来教示咱，也即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有甚物足宝贝对你少年到今摆到将来？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伫你人生中间，上帝互你上宝贝是甚物？你已经知影嘛？今日圣经保罗讲，现今所存的就是信心、仰望、甲仁爱。咱内底是血气吗？也是甲上帝迄种亲密、完全三体的关系，主疼惜咱。所以彼得伫伊的批信，彼得后书第1章25节，伊讲世间无有迄种永远存在，独独只有上帝的话。伊讲独独上帝的话是永远存在，所传互你的福音嘛是安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安怎讲？咱就安怎遵守，咱甲上帝约束，好无？圣经安怎讲，我就安怎来活出来。圣经对我的要求，毋是迄个无爱听，我这段圣经甲伊改起来。无论咱爱听无爱听，既然圣经所讲，咱甲上帝讲阿门。永远敬拜上帝，也敬拜这个永远存在的上帝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互你的话常常存在伫我生命中间。最后，咱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所念的诗歌，咱所发出的祈祷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3000年前你互大笔的祈祷讲，万国万族万民拢要因为阮来得到祝福，因为我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上帝所设立，借我生施恩福。上帝设立亚伯拉罕，无论伊行到什么所在，万国万民万族拢因为伊来受祝福。所以经过1000年前，1000年后，伫亚伯拉罕了后1000年后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大笔，伊讲万国万族拢因为上帝来受祝福。受祝福是诗篇一个真要紧的特色。恁会记得牧师伫我袂记得偌久之前，甲恁分享这个诗篇第1篇第1句话。诗篇的第1字讲：这个人有福气。其实伊后来咱甲翻译做中文的时阵，放入去第2节。但是基本上诗篇的第1节，真正原文的第1节是：这个人有福气，这号人，这种的人，英语翻译做 which， 就是讲迄个什么种的人。伊用迄个字叫做阿夏，你会记牧师捌甲你讲阿夏囝无？哦，恁即摆甲会记啊，因为即种较特别的音，恁拢较有印象。兄弟姊妹，阿撒、阿舍、阿夏，这个字就是圣经中间咧讲的八福，也就是伫诗篇中间咧讲的福气。伊讲万国有福气，这个国呢，因为敬畏耶和华，这个国家就受祝福。伫迄个国家，若有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迄个人、迄个国家要受祝福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真对台湾的祝福，互咱的教会真对台湾的祝福，也愿你真做你的亲族、你的亲人的祝福。你若愿意，你会通伫礼拜了后，你看你的手无急要离开，你看伫你的手讲：主啊，我虽然是足平凡的人，主啊，你若肯。你若听我的生命的杯，主我的生命就要真做别人的祝福。愿主将这种的稳定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这间乡村的教会就发出上帝的荣耀，
互恁的人生就真做有福气的人。这就是诗篇的特色。诗篇第一句话就是讲，迄个人、即号人有福气。所以，你姊妹，愿上帝祝福你。你欢手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成做即号人。主啊，我要成做即号人。愿咱的人生承受对天灵来祝福。蒙福的国度，蒙福的选民，蒙福的家族，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就将伊丰盛的活命赏赐予咱。愿全地拢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百姓拢敬畏伊，敬仰伊。拄则牧师已经解说一摆，敬仰这个字叫做“这个字伫中文好好分解翻译做敬仰，但是基本上伊会当有两种的意思，一种就是栖身，就是讲伊去选择移民，也是讲伊去找一个所在风水好，伊就去住伫遐栖身。住伫什么所在？咱若住去福气的源头，咱若住伫上帝的内面，咱若住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好风水，比风水更较无法度形容。因为伊本身就是活命的水泉，对无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。搁有就是组织 assembly， 就是礼拜大会。伫旧约的圣经讲，以色列的百姓、上帝的选民，因聚会伫大会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意思咱若踮伫上帝的内面，咱就要承受这种的祝福。既然敬畏耶和华的面前，传道书第8章12节。咱甲这段圣经讲阿们。今日敬畏上帝的人，伫伊的面前存敬畏的心，因的福气久长伫地。耶和华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小庆这会记吗？所以你姊妹，这就是小庆这应该是60岁的生日所读的圣经文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咱，上帝的恩典终究必得福乐，一生之久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现在，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永远伫地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息到万世代，你的囝子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对你讲：主啊，阮敬拜你，主啊，阮需要你，请你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愿求，阿们。